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初5，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安尼讲，所以人若踮伫基督，就是最新创造的，旧的代志已经过去，但拢变成新的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踮伫基督，成做新创造的人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权圣洁的上帝，我要用敬畏甲尊重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来敬拜甲学习你的名。主啊，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，你是掌管历史的君王。你的圣洁无人通比，你的权能超越万有。主啊，感谢你用无比的恩典甲疼痛来临到伫阮。主啊，愿感谢你无纪念阮的歹，也无用严厉对待阮。主啊，阮无人通靠家己来称做义，只通靠主耶稣的保护甲救恩，才通对黑暗来进入伫光明。主啊，所以阮若踮伫基督，就是最新创造的，旧的代志已经过去，但拢变成新的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